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读做补，补就是打起变较细的物件，或者是因为菜色拍打了后变做干的形，就是补。像咱讲菜补、鱼补。另外讲到物件因为打起无水分，嘛会当讲是补。像讲柑仔补去啊，柑仔补无汤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菜补，菜补就是把菜头切做一零一零，摕去拍好软了后，再掺盐和香料落去洗。第二个词，咱读做补，这个意思就是讲果子菜色因为打起较无水分，变焦焦。嘛有人讲打补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阵少年家啊，烧酒伫咧遮嘻嘻哈哈，甲厝边拍的菜补，拢大家规个变补，互厝边骂因讲是死囡仔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补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